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接下来，我哋要繼續人哋學拍舞圖。下一隻動作，落前面嘅腔用係麻花，1、2、3、4，滿片撒，2、2、3、4，各位到哦，1、2、3、4， 2、2、3、4，加上數。1、2、3、4的時候，同一片。2、2、3、4，然後數加腳向下跳。1、2、3、4， 2、2、3、4，各位到。1、2、3、4， 2、2、3、4，下來人家就強用去轉前呢。1、2、3、4的時候腳打開，加上數3、4，在前面交叉。2、3、4的時候，人家就要做一隻 wave。2、2、3、4，加一刀哦，轉前的開始。1、2，加上數3、4。非常好哦，接下來做 wave， 2、2、3、4，人家就會數從頭髮往後1、2、3、4的時候放到身體的旁邊，改擺哦，轉前的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所以拿起來交叉，2、2、3、4，人家就要從頭跳一擺。1、2、3、4， 2、2、3、4，轉前的哦，3、2、3、4，手交叉，4、2、3、4，要到最後一個 wave 的時候，只有4拍，4、2、3、4，鼓手會較腳的位，再多，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然後來練習一下一個 wave， 從頭那往前，鑽過去的感覺，往前之後，感覺你的胸會往下壓，再放起來，肚子會豎起來，再多哦，1、2、3、4，記得咯，肚子會豎起來，鼓手人家都要手在前面交叉，人家都要頭鑽過去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人家都要再擺，從麻花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 3、2、3、4， 4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接下來還記得送一擺，人家就好嘅音樂前面嘅動作，人家就來複習一下，腳打開，1、2、3、4， 2、2、3、4， 3、2、3、4， 4、2、3、4， 5、2、3、4， 6、2、3、4， 7、2、3、4， 8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數老腳往前呢，2、2、3、4， 3、2、3、4， 4、2、3、4，強用係麻花，唔過數老加下冇強用。1、2、3、4，彈胸，2、2、3、4， 3、2、3、4， 4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又係送一擺嘅動作。接下來接今日新嘅動作係1、2、3、4， 2、2、3、4， 3、2、3、4 ，wave。4、2、3、4，大家就做到動好哦。人家就要再來一擺，從頭到尾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 3、2、3、4， 4、2、3、4， 5、2、3、4，
6、2、3、4、7、2、3、4、8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麻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勁咩嘢？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然後就再來一擺，從頭到尾全部跳一遍，準備哦。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、5、2、3、4、6、2、3、4、7、2、3、4、8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然後就喺轉圈的時候咧，然後就會督視老師會愛豎起來，將會做呢腳，然後然後就來練習一擺，1、2，側側的身體，3、4手交叉在前面，2、2、3、4，非常好哦。接下來然後就愛停定講來跳一擺哦。豎卡起來，3、2、3、4的時候頭抬起來，擺 pose， 轉圈呢，八圈呢，麻花，抬胸，做 wave， 再一擺哦，保持呼吸哦。非常好，然後就要再來練習一擺哦，大家要加油哦。彈胸。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到當好哦。今日下條嘅舞台就搞到一片，希望大家拜拜。